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地动的消息。真侪人困的是拢去互地动摇精神。饭店过12点17分的时阵，是发生瑞士规模6.4的地动，深度干那9.7公里。地动中心是伫咧嘉义的大埔乡，上大的震度有甲6弱。也那台南的南西甲高雄的甲仙嘛拢有5弱。差不多全台湾拢感受会到，其中有20个县市拢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地区冰心吊灯又甲强要落来，当地较悬楼的民众讲，袂输敢若伫咧游乐园坐海盗船。今仔日透早0点17分，嘉义发生规模6.4的地动，深度只敢若9.7公里，全台湾拢有感觉。尤其嘉义县大埔上大震度到6弱，中南部真侪所在拢有厝损害情形。这两间拢共款，拢啊规个拢，包括迄个顶悬啊拢拨落来，好甲再无倒。台南市南西区一间家厝啊。壁被整甲拢壁损，袂输敢若规片的蜘蛛网，还个规道红砖仔壁规个拢倒来。伫主地动发生了，大大细细地动尾还阁一直摇，80几岁老阿嬷，趁阿嬷惊甲皮皮喘，唔敢阁入去厝内。也拢倒落来啊！205941，都大吼，唔知偌大，我唔知啦。50几栋拢唔捌地安尼。伫晋江附近的阿里山监视器翕到地动迄当阵，边地敢若是闪白光条，就大范围停电。气象署讲，所来3天有可能会一直发生规模5.0以上的地动8爱注意。这个地震造成最大的震度的位置是在嘉义的大埔这边有到6弱的一个程度，然后5弱的只有2个地方是在台南的南溪跟高雄的甲仙。那我刚才提到说，中部的地区包含台南、云林、彰化、南投，甚至花莲这边都有到4级的一个震度。地动专家讲，这边主地动的所在，甲1964年北河大地动的所在正晚，互相深受关联性，也搁爱分析。那它的附近呢是有一个口小里断层，或者是北边一点的出口断层。那这个蓝色星号呢是过去1964年白河地震所发生的位置，看起来跟这次主震位置有点接近。那之间是不是有关联性呢？也必须要再经过后续的一个分析。地动尾也搁继续伫咧摇，中南部山区已经有真侪石头崩来进行，路袂通，公路桥伫日时会起巡，也希望民众若无必要莫去山区。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即个嘉义大埔今仔日饭店过12点17分的时阵，发生瑞士规模6.4的地动，上大震度是6弱。嘉义县府讲，因为地动造成大埔部分的车路未通，影响通行甲安全，所以大埔乡今仔日是停止上班上课。也那台南的南西嘛，因为真家厝受损长，市长黄伟哲宣布今仔日嘛是停班停课。伫嘉义6.4强烈地动了，台南自0点21分开始，1点钟内连续发生16遍地动尾，尽量拢集中伫咧南华、南西两区，也因为地动尾一直摇，台南市南西区团公有病体倒来，好佳在警消甲人救出，其中一个拄满月幼婴。我们破门了，来，可以出来了，还有办法走吗？来，进门出来了，小心，有那个小朋友几岁？1岁哈。台南药子一栋63楼的公寓，1楼的天花害甲正严重，规栋26号的民众拢已经出来。台南市长黄伟哲到现场会勘，有大户想要入去内面摕物件，因过惊危险，无互因入去。公司也安排民众到药子各中休困。我就伫眠床顶摔落啊！你摔啊？我这嘛正个啊！我直接跪落啊！台南市药子第3线德惠亚桥出现壁损。桥面有变形破裂的情形，南北边悬架差有5到10公分。台南市长黄伟哲透早到南西区慰问灾民，也去附近其他地区顺势受灾情形。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因为余震不断，所以灾民他不愿意进收容中心，也不愿意进自己的屋子里面。那在半夜，尤其是冬天，因为南西区灾情严重，民众爱时间整理，黄伟哲决定南西区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1天。地震引起的啦，哈。对，地震引起的。地震完的时候，又有闻到味道，臭臭的。嘉义市实现罗市段一间印刷厂，伫地动了2楼甲3楼的铁皮仓库导火，相对正紧就甲火拍花，炭烧面积差不多30平方公尺，无人伤亡。
印刷工厂后方铁皮搭建的仓储啊，有火警的现象。那从2楼跟3楼啊都有燃烧的情形哦。据目前了解，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嘉义县大埔乡真侪名体厝外壁太路拢落来，卖场内面的物件也甲规涂骹。嘉义县政府公告，大埔乡因为地动造成路海气无法度过。区域内面无水无电，影响上班上课的安全，所以大埔乡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继续咱要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加上辐射降温的影响，各地早暗是较寒。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苗栗的三湾，干那6.4度。咱来看温度。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0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拢是黄色的灯号。新北部、宜兰、金门、马祖的低温是10度至14度，那花莲、台东、澎湖是15度至16度。日时冷气团会减弱，气温明显会较回升。北部、东半部的高温有甲19度至22度，中南部有甲24度至25度，尤其是西半部早暗会较凉冷，温差较大。那各地天气今仔日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干那东半部有的所在会落30啊雨。昨昏是24节气的大寒，台北车站是测到寒人以来上低温，干那11.1度。所来天气的回温，不过为拜五开始会有另外一波冷空气的路南，到时可能会寒到正月初2。气象署表示，拜二受强烈大量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影响，早暗温度低，温差大。到拜三温度会略回升，拜五开始会有另外一波较强的冷气团落南。而到暝正月初1可能是上寒的，伊个会持续影响到初2。那目前看到这波冷空气其实影响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哦，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就是小年夜左右开始就是比较明显的低温出现之后呢，大致上可能要到初2前后才会有逐渐减弱的情形，所以在整个年假前期的4天左右都会是比较偏冷的情形。气象署提醒，拜三开始会有一波水汽影响台湾，东部地区落雨几率增加。拜五迄波冷气团加上东北季风影响，水汽较济，东部地区、东北部佮有中南部山区拢有可能会落雨。到时阵会是淡冷的天气，也若过年敢会寒到寒流的等级。气象署表示会持续观察，目前异国强度是强烈冷气团。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卫福部调整失智据点补助的对象，敢若限制是轻度以下的失智者。杨教师讲，今年开始，这个个案若是因为病情恶化，无下用失智据点，就会协助转去长照相关的机构，而且有6个月缓冲期。来看第6报，劳动准基咨询会展会讨论，伫咧天灾事变或者是突发事件期间，敢袂当稳准防务清洁人员轮班人的时间是8点钟。劳动部讲，这需要社会共识，甲各单位的配合，会伫咧保障劳工权益的前提之下来评估。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议会展会针对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来表决，若被党团联手表决，甲补贴予台电1000亿的预算全部汰掉。针对这点，经济部甲台电是表示遗憾，除了烦恼会减弱台电支持民生电价财务的能力。台电的电力设备要修理换新，经费若是无够，百面会冲击到电力的供应。立法院总预算的审查剩700多案，要拼伫咧今仔日休会进程来完成三读。今年度总预算可能会贷差不多3000亿，是占今年支出预算差不多10%。立法院审查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22日继续表决，被赶伫咧休会进程完成。目前通过统删939亿，因为民进党撤回所有预算提案，国民党化工买删1111亿，再加上三都的台电88000亿，今年度总预算将会比删差不多3000亿，大约是今年细致预算的10%。行政院长杜英台拜伫第2遍带部会首长开记者会，对在野党话话。黄国昌委员。可能是目前忙着选党主席，忘记了知道政府多做新做了多少事情，
预算被删成1块钱，业务费被大幅的删减，难道这不是在瘫痪国家吗？即使扣掉了删减数，手上还有2兆9千亿，你还不知道要怎么施政的话，我们必须要说，无能的卓荣泰，请你下台。昨晚确定通过3档案，包括总统府业务费原本预算3亿5200多万，比3档2亿5800多万，差不多是73.3%。外交部媒体宣传费1亿1000多万全部删除，国际合作费3、4亿。关系到将干各座后续的预算20亿，决定冻结50%，但海军和海测通过，向立法院议会专案报告了，经过同意这当叮当，经济部补贴台电1000亿的预算也被删减，一个冻结中选会选务促进会业务费678万元，要求1个月内提出罢免人数新规格。对在野党要删预算，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也希望在野党对防疫预算手下留情。如果再通删掉我们这个全部的媒体宣导费的话，我们的同仁想请问的是说，我们防疫宣导是不是不重要？是不是不需要做？就是说不要浇熄国家公务员想要为国家服务的心。只要跟我们充分的讨论跟说明，国民党都会做适度的一个调节。蓝白两党联手，对于各个部会的媒体宣传费是无差别的全数删减。也就是要掐住政府的脖子，捂住政府的嘴巴。民进党呼吁拿被真心思考国家的未来，唔当铺删预算，影响民众的生活。在野党是讲，政府今年都预算编列创历史新高，当普遍预算是伫咧顾人民的钱。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公司最近唔拿预算新增议题受到众人的关注。第7届党干事任期到今年5月19就要结束。行政院进前有函请立法院留作第8届公司党干事审查会名单，那就被3大党团按照比例来推派竞选。不过最近公布的名单，煞是引起大家质疑，讲是伤过政治化。公司第7届党干事任期到今年5月19结束，行政院进前有函请立法院调作第8届公司党干事审查会名单，那立被3大党按照7:7:1的比例来推派社会公正人士。拄好伫咧社会对公司有较侪讨论的这个时间点，黄小弟导演19在面册刊文批评制度本身就伤过政治化，认为应当加入民间团体的代表。有民团认为公民嘛有主动性，呼吁未来爱修公司法，互民间的声音通入去到审查会。公民团体，咱做侪社会福利，也是讲做环保的，也是做什么儿童的，种种的公民团体，咱提出个名单，互因来做因的思考。因为政府爱管钱，为做公司就是大家的公司嘛，所以我讲我爱公开透明，就讲更较侪人来参与提意见，来遴选。公司第8届的党干事审查会名单，亲像国民党推派的人，包括陈宜民是国民党的前立委，吴永乾捌出伫咧中国捌做过沈用市的仲裁委员，也那民进党推派的陈东升是民进党的电库成员，萧生宏是有名的独派学者等等，这个名单是引起讨论。人会里面被提名的人、被赋予这个任务的人，都要体察到，其实社会对这个事情是关注。那如果说在里面过度的使用政治操作，或者是凸显政治斗争的话，就社会观感就会不好。前公司党事邱家义认为，照目前政党对立的情势看起来，第8届的党干事恐惊是真恶组成。伊呼吁各政党在审查会名单爱推派社会公正人士，应当减少政治色彩对公共媒体影响，维持公司的独立性。记者卢尚柱、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消息，川普今仔日就任美国第74届总统。就职演说的时阵，伊讲美国黄金时代自这开始，伊要走向和平甲团结。也来参加典礼贵宾是袂少，包括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甲人民册创办人萨克伯格等等。也即马拜登卸任交接进程是下面白宫正首席医疗顾问福奇等等，川普可能的保护的对象。Defend, 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Mr. President.
做过第45任总统的川普国登来白宫，20宣誓就职正做美国第47任总统。因为天气正冷，典礼改一个华府国会山庄内面的圆形大厅。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From this day forward, our country will flourish and be respected again all over the world. We will be the envy of every nation, and we will not allow ourselves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any longer. During every single da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 will very simply put America first. 川普讲到未来环境，强调体会巴拿马运河伫中东的以色列连接正伫咧登记前6个身躯边，要签行政命令遣返违法居留的外国人，无搁受非法移民。My proudest legacy will be that of a peacemaker and unifier. Just a few months ago in a beautiful Pennsylvania field, an assassin's bullet ripped through my ear. My life was saved for a reason. I was saved by God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职典礼了几点钟内，川普宣布伫美国甲墨西哥边境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贩毒集团将会被看作恐怖分子。不过官员讲，伊今仔日未宣布对贸易伙伴扣关税。We will pursue our manifest destiny into the stars, launching American astronauts to plant the stars and stripes on the planet Mars. 典礼现场的贵宾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FB 创办人萨克伯格，尤其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听到川普的谈话是真欢喜。川普上任了第一天重要的任务是签相关文件，其中一份甲内阁职务有关系。因那替任的总统拜登赶伫咧交接进前宣布，下边白宫正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还有美国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等人，通知川普上任了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因过内先做，川普甲共和党人真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咱那川普的就职典礼，咱国的代表庆贺团的团长，也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20甲驻美代表如大雷去国会大厦，透过转播来观礼。也那其他7个下党派的立委，嘛去主办单位安排的场地来看转播观礼。透早6点就出发，由总统赖清德指派台湾庆贺团，20天也未光就出发，要去参加美国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行程正保密，自美国代表处伫典礼结束了，才公布影片。庆贺团团长韩国瑜加驻美国代表吴大雷入去国会大楼邮寄中心解放厅看转播观礼。结果事后证明，我们前面代表处的保密功夫也做得非常的好，美国友人也协助。我们终于顺利的达成我们预期的目标，代表台湾人民向美国人民表达我们祝贺之意。那这个过程一切都顺利，我们也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在这次的盛会没有缺席。因那咱台湾庆贺团其他7位立法委员关志军、王定宇、葛鲁君、李干秀、陈冠廷、郭耀前甲陈珠娇，是在华府地铁到管制区内面第一资本体育馆贵宾区包厢看大型幕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这是平时扎实的功夫，平时经营的人脉关系，加上这一次就职典礼，他们将士用命哈。当一切事情从不可能变可能，当一切事情都是很顺利的时候，你知道吗？那背后代表了多少人的长期的努力。驻美国代表处讲，这是咱国驻美国代表处第2遍得到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主办单位的正式邀请。庆贺团是讲，会甲这边参加就职典礼观察，早登来立法院，分析未来甲川普政府合作的方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停火协议伫咧19生效。哈马斯有放3个查某人质来交换以色列90个巴勒斯坦的犯人。另外几啊万个有路无厝的巴勒斯坦人嘛要返去故乡啊。也那头一批载人道救援物资的600多台拖拉库嘛驶入去加沙走廊。
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护送之下，和哈马斯拔起关471天的3个路线的进击，戈兰斯坦布瑞特、大马里得到自由的第一站，就是去以色列南部的病院接受健康检查。看到真久无看到的亲人，将激动男做伙欢喜甲哭。医方初步检查过后对外表示，3人健康状况正好。暗过大马里被绑票迄一天失去2支镜头啊，倒手明显因看到目有水泡。I'm happy to report that they are in stable condition that allows us and them to focus on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now is reuni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以色列电视台专程直播真迹得到释放的过程，特拉维夫国防军总部的广场有几啊百人透过大荧幕咧看，真迹出现的迄一刻，现场响起闹一个欢呼声。以哈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哈马斯每释放一个人质，应交换30个以色列手头巴勒斯坦犯人，20透早1点90个巴勒斯坦人，这红十字会巴士寄条送至西方以色列奥夫加加。车队赛捷贝图尼亚时阵，现场大批群众响起闹一欢呼声，街路各放烟火，每一个行出巴士的人，无论男女老幼，拢被称作英雄对待。另外一方面，几啊万有路无厝的巴勒斯坦人19开始启程上北，中心面对一片如苍惨家园。还有第一批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630多台卡车，在迄一天也顺利进入加沙走廊。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韩国政府为了因应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上任了后，可能提出关税相关的风险，今仔日宣布对韩国的出口商提供360条的韩元，差不多代表8条1300亿支援的方案。当下外交部长会议大会强调呼吁顶述欢迎的承诺，避免南海的纷扰继续加悬。大家要是真关心南海最近出现填海造陆等等的发展，烦恼这局势会愈来愈紧张，影响区域和平、安全甲稳定。来看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甲军方，今仔日宣布因掠到一个那像是伫咧菲律宾做间谍中国一个查甫人，还有另外2个菲律宾的助手。这3个人是早即时资料传送的机器，捌去过菲律宾甲美国有重要军事基地所在。报道。继续来关心，去年9月份，伫咧高雄有一个姓陈的查某人，伊甲4个月大的查某囝留伫咧厝里8天，互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验尸的时阵发现，这个红婴可能是娃娃去互饿死的。这个姓陈的查某人嘛去互检方照杀人罪来起诉。桥头地检署表示，这个4个月大婴仔根本就无法度来讨救兵。民警知影，若是无饲，就会死的情形之下，阁无委托别人来照顾，甲婴仔留踮伫咧房间底，这真明显是挑工杀人，所以照杀人罪来甲伊起诉。移审了后，由桥头地方法院裁定继续收押。来看，伫高雄一间科技大学，有一个查某学生，伊出面指控讲，长期以来，因迄个系有一个老师会甲伊黑白帮，而且去年年底，伊去互险去研究室。这个老师为后壁甲伊揽2届，后来这个查某学生伫咧网络顶有找到其他的受害者，尚无有22个人受害。不过另外一方面，伊嘛烦恼这个老师到底要退休啊，恐惊是无法度甲伊调查。不过目前学校已经启动性病的调查，甲这个老师停聘3个月，嘛无要接受伊退休的申请。我连续1个礼拜都梦到那个老师对我性骚扰，就觉得很不舒服，很痛苦。代志发生要1个月，女大学生要一定对恶梦当中行刺，指控高雄某科大一位查甫老师对于性骚扰有3学期。就背对着他，然后他就从后面环抱我。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超过了，因为他平常会有对我摸手或是搂腰、摸屁股、不小心摸到胸。
查某学生就问共校的学生敢有同款的经验，真侪位在校生甲毕业的先辈拢讲，也互共一位查甫老师吸过。这位老师技术当期用共款的手法对待学生，何况所会对后壁甲女学生揽咧，阁会蒙头蒙手揽腰，互学生无爽快。初步掌握至少22个人受害，也有13个人当场看到。20下晡，女大学生也向警方报案，无法度到场的人请女学生转交文字的内容，说明拄到的状况。依照那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第34条，去年3月8号修正生效，学校应该要展开全面的普查。学校正式收到陈情，通报过当天就组成调查小组，完成第一届调查访谈了后，又搁发现受害者增加，按算伫旧历过年进前审议新增个案。调查了后，若是真的，就会处罚。按照法规，教师涉入校园性别事件，停评改评定期间未受理退休或者是资遣的申请，检举的内容若符合实际状况，一定严格处罚。日本基金会是表示，这位老师的行为涉嫌严重性骚扰，应该直接改评，也要全面普查，应该追究这位老师领教的前一间学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看高雄地检署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真正伊是咧做检察官，不过因为食钱，所以去互关7年外。出监了后，伊改做律师，不过伊律师的牌是已经去互废止，伊竟然还搁伫咧外口继续接律师的工课。台中的检方查到伊替9个民众处理官司，共摕几啊万。目前检方是照涉嫌违反律师法、甲诈欺处财等等的罪嫌来甲伊起诉。讲过家己因为无律师执照，互台中检方以违反律师法起诉，姓吴前律师大赦法冤枉。伊强调家己是一个前律师，也是一名前检察官。伊讲只是利用专业甲当事人讨论案情，并无以律师的身份求业务。我的名片上面没有印律师的名字哦，我上面的学经历都是真实的。律师法127条的规定，必须是从事诉讼行为才有违法的问题。那因为我跟当事人是讨论案情，本身的性质是属于非讼业务。打官司我会介绍我的朋友，就有律师证照的朋友，那就分得很清楚啊。姓吴前律师伫担任检察官时，2021年因为贪污罪，被判刑7年6个月，出监了后改做律师。不过律师证书2021年被法务部废止，不过伊了后改名，佮涉嫌继续以律师的身份去求业务，陆续替9位民众写诉状，办理相关诉讼的代志，也有收费用。伊强调家己只是伫律师事务所工作，并无实际处定。不过台中检方也是以违反律师法、诈欺处财等罪嫌。其明知已无律师资格，仍基于诈欺取财、违反律师法之犯意，自110年间起系113年止，养称具有律师身份、有律师团队等语，致使民众陷于错误，以新台币数万元不等之代价，委任其非法办理民刑事诉讼业务。检方表示，姓吴前律师也是司法真悬，诉刑无好，无自我检讨，也以诈欺处罚，非法办理诉讼业务盈利。期末案件的法院检察署更加严重伤害律师职业环境甲当事人权益，严请法院中当量刑。台中法院审理了后，裁定以50万交保。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一个车的消息。20节气的时阵，依然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是一台发财车甲一台微型电动奥多麦相撞。嘛，因为这种微型的电动车，去年11月份列管，虽然是爱挂牌嘛爱投保，不过免考驾照，满14岁就会当骑，所以真侪移工拢会买来骑。也若既然这件死亡的车祸，有可能是这个移工无戴安全帽啊造成的。也若交通部嘛讲会加强宣导。救护车经赶到路口，一个查甫人一直伫下手，看起来真着急，因为现场都发生一个车祸事故。好像有看到他反过来，再往回去就撞到。他是撞我侧面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减速。警察来到现场处理，敢若看到小货车停伫边啊，司机这边也弄到分裂，也另外一边一台红色的车倒伫路边，车架拢变形啊，车体零件也散到规涂骹。原来发生烧弄的是一台微型电动的2轮车。改过可以到120，现在要挂牌。要挂牌哦，只是说他们还没有挂这样子。有的是他没有证件，他不能挂。已经检测双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本案将报请检察官相验。
代志发生伫23时7点外，东山乡三中路甲三乡路的交接路口发生一个微型电动两轮车甲小货车相撞事故。三两轮车是大约30岁外籍移工，相撞了后赶紧送病院，到医进前失去喘气心跳，尾也宣告不治。详细车祸原因等待警方调查。不过外籍旅工来台湾，交通问题也引发讨论。包括后面的实际的考照的过程，包括后面过户的法规的保险的这些，到底有没有移工相关的模具，很难的取得汽车驾照。国际旅工协会讲，外籍旅工要伫台湾摕到驾照本身就真困难，连这个交通工具也被限制，本身就是真大的问题。原来这微型电动两轮车其实有规定，时速爱25公里以下，通过审核认证，并且打合格标签才会使骑。不过因为免行照、免驾照特性，恐惊要骑车的人无都熟悉这个交通的法规，严重危险。关的一个地方政府跟相关的劳动机关就持续宣导外籍移工朋友们在骑乘时候要注意相关的交通安全规则。依照规定，微型电动两轮车依法小慢车类，等级甲一般的脚踏车同款，所以讲免考驾照。交通部另外也强调，相关道安观念拢有定期来宣导，希望用路人共同来遵守。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交通的消息，伫高雄车头边仔的立园道，昨日有2台脚踏车相撞，加在这2个人是干那侧伤尔。不过现场的民众是反映讲，这个所在是道家的地势，愈到下骹，人行道甲车道拢会变较下，实在是真危险。目前公务单位嘛已经派人去勘查，要来研究安怎来改善。脚踏车倒去起诉送病院，19尾仔一个16岁少年仔伫公车站天丰区东滨绿园道，骑脚踏车要落街时，哪手袂负打洞啊，甲一个7岁骑脚踏车的查某囡仔相撞。当场造成洪姓男子的手脚擦挫伤，罗姓女子大腿轻微的擦挫伤，皆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地点伫高雄车站天丰高雄荔枝区附近，荔枝区两边串联北面的绿园道，拜六礼拜定有人来这骑脚踏车散步。最近有民众反映设计不良，为落街角度看，行到北面的时出现白线道性结构，滴水路的两边缩矮，搁有脚踏车会骑去人行道，造成行路的人危险。人行道入口也有90度转弯，民众若要刹轮椅，有影介食力。因为又下坡，速度又快的话，可能刹不住。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受伤或危险的事情。铁道局南港处表示，车站天棚中央有地下棚坎，紧急道性出口要闪过，才会角度缩矮。20早起已经去会勘讨论改善方案。地下隧道的紧急逃生口的阻挡，车道的部分会有不顺畅的情形，那旁边的人行道也会比较窄。那绿园道的路幅这么广，它其实可以做人车分道，就是说这次发生事故的这个路口，它左侧应该就可以做专用的自行车道。主管机关表示，人行道缩矮问题会甲北平71期市地中划计划道路人行道整合改善，最近会先完成脚踏车路的改善。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中国的文理部17宣布恢复福建甲上海的民众会当组团来台湾旅游。有业者讲，上紧伫咧申请了后，就会有上海的旅游业者会先来台湾探路草。不过，观光署是讲，目前是还无相关的消息。疫情了后，虽然两华旅游也未恢复，也毋过中国旅游业者自去年起积极来台参加旅展，两华业者互动真接。这个月17，中国文旅部宣布最近恢复福建、上海团客来台旅游了后，咱个业者也对中国业者发出邀约。由上海旅游业者组成的采线团，上紧会伫2月来访，那相信会为两华旅游破冰。希望所有的观光不要以政治作为前提，其他的国家的旅客或其他的地方的旅客要来到台湾的话，那也应该不要受到太多的限制。对上海采线团特别来台，观光署长周英辉回应。也无法度证实。根据了解，这摆采线团由咱国业者、相关工协会邀约，佮协助送件申请，流程拢在进行。来台天数是6至8日，行程佮疫情进程陆客团产品同款是宽度，也毋过台北会安排加一寡景点。入境业者其实都已经准备了很多的入境的行程，朝向长天数。至少6天、7天，甚至于8天环岛，大致上是以这样的行程为主。还没有经过官方的核准，但是业者的筹备工作其实都在积极的在准备。
另外，咱国观光业当面临欠工的问题，旅游业者评估初期若只开放上海以及福建两地中国团来台，接待量应该是有够。另外，团费的部分，因为疫情了后，各项成本拢起，一定会比疫情之前的团费来得悬。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民众的健康，卫福部伫12月底提出《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草案，规定卖槟榔的业者都要登记核准了后，才会当卖槟榔，而且还要配合政府的检验。不过，真侪卖槟榔的业者是感觉真不满，因为家生理受到影响，生活若吊顶是头壳冇咧烧。目前卫福部是讲，这个草案唔是要禁止这个产业，是以辅导为主。一粒一粒的槟榔对机器连落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每当拢有超过8000个民众得到喙空癌，伫男性癌症当中排名第4。为着要维护个人的健康，卫福部伫咧12月底提出来《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草案，其中有2条法规引起槟榔业者的反弹，一个是卖槟榔需要登记核准才会使卖，第二是槟榔担要随时配合政府机关的检验。啊，你无啊，你要留税金？要要钱哦，规矩在山顶了，叫家己去捡啦。你槟榔摊那边实施药检下去的话，槟榔摊要追溯到源头嘛，你源头这边你要，比如说你源头这边就要掌控好啊。对此，卫福部表示，伫去年12月底公布草案了后，就收到真侪建议。卫福部强调，并唔是要禁止槟榔这个产业，目前敢若是比较危害防治法，禁止卖予未成年甲有心的人，含特定场所袂当食槟榔。目前草案伫咧预告阶段，卫福部强调，最近会邀请相关团体进行讨论，预告结束了后，会参考各界意见，确定修法的方向。大家这么担心以后啊，那就请。他可以我们现在是在预告嘛，然后可以请他来，或是担心的人可以来投意见啊，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针对卫福部的回应，槟榔业者表示无法度认同，认为预告期收过底，无法度互因准备的时间。伊嘛结合全台农民、中盘商、槟榔达组成一个槟榔产业团结联盟，会伫2月10号来甲台北抗议。对此，卫福部是表示会当理解槟榔业者的心声，对种槟榔农民的影响，未来嘛会甲农业部斗阵讨论完善的辅导措施。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即马就伫要过年啊，真侪人拢开始准备要包红包。为20开始，8间金融机构拢总456间分行开放，会当互民众来换新钱。真正有真侪民众是早就去排队。一沓新台票，交互民众。农历春节就要到位，传统方式就是爱包红包讨结条，包含台银、土银、合库银等8间金融机构，456间分行，29到24五营业日开放换新钱。基本上所有面额都有换到，因为2200比较难换啊。对啊，提款机怕有人又存款进去拿到又旧钞。习惯就排第一啦，那喜气洋洋啊，热闹啊。民众惊换无，第一天就赶到现场。有银行主管是提醒，点击换钱高峰期是伫银行多开门，中昼休困甲下晡3点半关门进前。若用隔开这时间，应减少排队时间。毋过爱特别注意，央行有限制100块，每人限换100张，200块才会其他金额照量来强行。若换钱需求量伤过大，应加排几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2年市面上的台语教材是愈来愈多嘛，愈来愈多元。即嘛有出全台语的图典，或者看图学讲台湾话。除了互囡仔学基本的台语词，嘛透过点头笔的互动。互家长会当陪囡仔做伙来思考台语的词类，也有实际上对话爱安怎来讲。妈妈因小弟爱叫啥？这就简单啊。妈妈的小弟。无唔对，正高。
要过年啊，常常会拄到亲戚50，唔知要安怎叫。最近有一本台语图典看图学讲台湾话，有甲家族手画出来，运用点特别作者有设计正经对话技术发音，也有试题互使用者练习活动性真悬。主题有包括重要政治、各种菜色和海产等等，真活大生活。阿公阿嬷伊嘛算甲足欢喜，因为内面有人会讲话嘛吼，所以讲规个就是要啦，就是甲阿公阿嬷搁带转来即个台语的环境内面，啊嘛希望安尼我希望阿公阿嬷会当即个影响了后吼，转去甲即个阿孙啊嘛开始用台语来讲话吼，甲用即本书来甲大家即个台语环境搁甲找转来。作者表示，每一页都有特别设计基础的含正解的活动，就是希望不管大人囡仔，拢会当用这本册拿算拿学台语，促进亲子的台语活动。另外，为着要互人会晓背12字生相，也是学数字，作者也搁有家己写歌。市面上的台语教材，较接看到用高雄优势腔来录音。作者表示，为着要传承台北新专腔，这本台语图典嘛专工请台语顾问来审定发音。规本册计共是有收超过2000条的音档。台北人要是讲戏的较济，所以伊伫这本册内底讲到戏，就是讲戏伊就被挑工用到顶的迄个体的，就是读做符安尼。而且因为伊规本册拢是用一个统一腔口，所以会当互你浸伫迄个腔口的迄个环境内底，我感觉这是对市面上来讲，这是一个足无共款的教材。设计这本图典的作者表示，伊希望会当鼓励济家长阿公阿嬷莫做活头族，和囡仔做伙学台语，对厝内的大细项代志，到出国佚佗，拢会晓学讲台湾话，开创台语的使用环境。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地方风上头，咱来看高雄市的野鸟学会，长久以来因伫咧美浓做野莲鸟的复育的工课。这2年拢总是甲18只野莲鸟白卡环，了后甲野放来观察。最近发现其中一只竟然是飞过100多公里远，由于西部飞过中央山脉了后，才阁飞去花莲，这实在是真罕见。这嘛是因观测到野莲鸟当中为西部飞去较东部的头一个。相片内底这只编号40的野莲鸟是去年12月13，高雄市野鸟学会伫咧野莲鸟的美浓生态地白卡环野放的鸟啊。野鸟学会这2年拢总有记录18只野莲鸟，其中有大部分拢是留伫美浓的附近生活。想袂到有一只飞过中央山脉，飞100多公里去到花莲。第1月16号，花莲当地鸟友发现，鸟友看到这只野莲鸟有白卡环，感觉奇怪，翕相藏面找分享。因为即马网络介方便啊。我就囥伫网络顶管问人，结果人家讲对高雄咩拢飞过来，我嘛惊着安尼。根据保育团体113年的调查，台湾的野莲鸟数量只有3000多只。高雄市野鸟学会对2017年开始伫美浓复育野莲鸟，虽然去年因为连续几落的风台造成数量减少，不过这几年的数量确实是有明显的提升。高雄市野鸟学会也继续甲美浓当地农民合作，鼓励农民提供所在，互野莲鸟伫遐自由生态。伫美浓拄好，介特别的就是讲，伊是叫做野莲，也是讲水莲这款物件，伊有100家的面积伫遐，所以对于咱这个野莲鸟来讲，拄有一个足好的繁殖的、甲觅食的环境，但是伊繁殖的面积无够大，所以阮就希望讲会使甲遮个农民合作。所以今年有10收伫即个野莲田内底吼，有伫遐生团生囝出来。高雄市野鸟学会表示，野莲鸟的体型无大，足够飞。不过，因嘛捌看过野莲鸟飞遐尼远的，对西部飞到东部去。即马因也开始甲花莲迄边的农民也是业者来合作，互花莲遐会当有一个适合野莲鸟的生态地，互野莲鸟愈传愈多。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每一年寒人伫11月份至2月份的时阵，有一种渡鸟叫做田鸟仔鸟，会飞来咱台湾过冬，而且因飞来的时间拄好是森林土豆大出的时期。这种渡鸟嘛，号做是土豆鸟。目前普查的结果，咱全台湾拢总有16000多只，若故是伫咧森林，就有13000多只，这个数量是创下新高。两位认出土豆鸟，就是人伊的头冠有一撮长长的毛翘翘，每一年在1月到过当年2月，拢会飞来台湾过冬。因为常常捡伫拄收成的土豆田里，才会换号做土豆鸟。今年1月19，土豆鸟普查数量搁再创新高。
今年土豆鸟大集合活动，有喜爱鸟类的志工在云林、彰化、宜兰、台中、嘉义及花莲等地，总共记录到16029只，其中以云林13829只为最多，并且创下历年纪录新高。云林野鸟学会表示，学会对2009年开始推动县内土豆鸟普查，2012年扩大到其他县市，2024年普查数量超过1万只，今年搁再增加到16000只，其中超过8成5个土豆鸟都是休伫咧云林县。小便痕它对我们所观察对农药跟土壤的有机质，是还算蛮敏感的，所以当我们农民的一些农作它的改变。它农药能够去使用农药能够去符合农改场的规范，那化肥可以减少使用化肥，比较会想要来到我们这个栖地活动。云林野鸟学会表示，过去农民若看到土豆鸟，拢会认为讲是咧破坏农作物，会去甲赶。经过这几年的推广，即马嘛有真侪农民开始咧关心环境生态，重视喷药相关规范，对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看，伫嘉义县翻路的第5火药库，这是陆军伫咧823炮战了后，为着准备战争起的火药库。2016年，军方甲这个物件拢搬走清理好势了后，为着要活化这个建筑物，县府举办连续7天的艺术展览，邀请乡亲会当透过艺术来看这个神秘的军事设施，而且推动地方的创新。嘉义县中部乡甲番路乡在地种植的物件，有的摕来展览，有的将做是染布、染衫的材料，也无就是摕来做香。这个发展在地创新的艺术展览，八个主题唔但紹介嘉義縣淺山地區的特產，嘛展現在地人文生活。社區學校，還是講咱不同款世代的一些居民，我們把它整合起來，成一個比較有力的一個行動團體。咱後擺咱要行去創生的迄個目標的時陣，咱有更較好的基礎，更較濟的機會。這個展覽的所在，較早是軍方的火藥庫。2016年無使用了後，嘉義縣政府透過國發會地方創新計劃的補助來活化這個空間。頭屆佇火藥庫舉辦展覽的藝術家講，這唔但替莊腳帶來新的改變，嘛讓外地藝術家有入捌台灣的機會。大部分的藝術家都會住在都會區比較多，他們如果能來到這邊的話，他們可以享受到很多他們不知道的台灣，重新學習台灣早期的在地的一些智慧。後邊還有40幾座的彈藥庫吼，我嘛希望講，阮今日的這個活動會當互公所會有一個新的想法，因為後續吼會當過來針對後邊遐40幾座的彈藥庫會當來做一個活化。軍方佇2020年了後，甲番路鄉46座無使用的火藥庫委託予鄉公所來管理。經過徵收，其中一座摕來做藝術展覽的所在。鄉公所表示，希望這是一個開始，未來會當有更較多元的運用，唔但活化趴鄉的火藥庫，嘛帶動地方的發展。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即馬無論是伫咧網絡頂買物件寄來厝裡，或者是要將物件送予人、寄去予人，每一年攏有上千上萬的包裹伫咧全世界寄來寄去。毋過其中嘛有一寡找無住址，或者是去互摕轉來的，這個包裹是走去倒位，安怎處理咧？伫意大利有公司是專門咧收這種包裹，伊家整理了後摕去拍賣。而且有一個真特別的所在，就是伫咧也未買之前是袂使拆開的。落尾手會買到什麼款的物件，是炭也是料，全部靠運氣。伫意大利羅馬一間購物中心舉辦一場特別的大小賣，這賣毋是過期的商品，是來自歐洲各國別人主文，毋過最後無法度送到的包裹。而且每一位人客要經幾件包裹攏會使，以每公斤固定的價錢稱重賣出去。唯一的規則就是包裹佇介紹之前都袂當拆開，愛買落來才知影內底是啥。On en a besoin, c'est aussi un moyen de pouvoir acheter quelque chose d'assez ludique sans forcément dépenser des fortunes. Donc il y a aussi un moment de réconfort aussi pour certaines personnes. 伫歐洲，逐年攏有數百萬件包裹無人認領。常常看到的理由之一是地址貼唔對去，也有的是伫運送的過程發生損傷，毋過買賣雙方攏無願意接受，最後包裹就變做垃圾，也浪費生產甲運送的資源。
就有一间法国的公司专门对 Amazon 等线卖商手头买下二手的包裹，佮用俗价卖予顾客。这间公司的创办人伫新冠疫情期间，就有几件包裹拍唔见，虽然得到赔偿，伊犹原好奇这个包裹最后会去倒位。落尾伊想到这个模式，唔但减少资源的浪费，也互意外捡到宝的民众真欢喜。Molti potrebbero dire questa è la buona sorpresa, ma secondo me è questa. È una zappa, cioè è utilissima. Io vivo in campagna, devo sempre piantare i fiori e faccio col cucchiaio quello per mangiare la minestra. Non avrei mai comprato una zappa di mia spontanea volontà. Invece这款的活动反应是真好，目前已经伫7个国家举办过相像的活动。活动主办方按算这届会卖掉10吨重的包裹，会有3000个人来参加拍卖，其中有800人会买包裹。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继续咱要来运气卖，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13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加11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加10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加13度，上悬2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1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